快樂、益智、親子、互動 ，eLearning 易學齡 AR 百科卡採用嶄新技術 AR Augmented Reality 擴增實境技術，將虛擬與真實聯動，為小朋友帶嚟全新嘅學習體驗。一盒 eLearning 易學齡 AR 百科卡內有120張圖像卡，分為6大類別，包括水果、蔬菜、原始動物、陸地動物、水中動物、交通工具。每種20張，另外附有2張角色卡同埋3張不同難度嘅遊戲卡，訓練兒童嘅認知同埋判斷能力，以粵語、國語同英語3語學習，令兒童輕鬆掌握2文3語同埋120個百科知識。盒內另附支架、收納袋、使用說明書同埋安裝激活卡。每張安裝激活卡都設有2個二維碼，用戶首先開啟智能裝置嘅二維碼掃描器，掃描左手面二維碼，或者直接進入以下網址。進入下載網頁後，因應閣下智能裝置嘅類別，下載易學齡 AR 百科卡應用程式。此外，用戶亦可以直接喺 Google Play 商店或者蘋果 App Store 搜尋易學齡 AR 百科卡下載應用程式。安裝後，啟用程式，點擊登錄按鈕，輸入個人資料。註冊後再點擊激活按鈕，將手機鏡頭對準激活二維碼，掃描後即完成安裝。開啟易學齡 AR 百科卡應用程式，按立即體驗，即可以使用百科卡學習。你會睇到鏡頭嘅畫面，只要將不同 AR 百科卡面向鏡頭，立體 CG 圖像將會自動彈出。請注意百科卡嘅擺放角度同埋光線是否充足。像圖移動百科卡會呈現不同角度嘅立體效果。點擊圖像就會呈現不同嘅動作效果。山羊畫面右下方可以選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或者英文。學習精靈譯師將會彈出教授讀音，認識生字，仲有其他有趣嘅資訊，讓小朋友可以更全面、更生動、更多角度認識圖像中嘅事物。身體呈現黑白兩色，仲可以按朗讀鍵重複發音。Goat G-O-A-T 點擊左下方嘅鎖定鍵，可以將立體 CG 圖像鎖定喺畫面上面。用手指喺屏幕上面滑動，可以調校角度；兩指同時操控，可以調校大小。長按可以移動位置。用戶亦可以點擊下方中間嘅拍照鍵，記錄畫面儲存為相片。另外，將鏡頭對準角色卡，譯師將會彈出。另一方面，易學齡 AR 百科卡設有3種不同難度嘅遊戲，幫助小朋友學習。只要將鏡頭對準遊戲卡，就可以啟動遊戲。小朋友只要根據畫面嘅提示，找出正確嘅百科卡對準鏡頭，便可以過關。易學齡 AR 百科卡係用中英雙語教學，幫助小朋友咧學習語言最佳嘅時期咧係學懂課外嘅中英生字，幫助你嘅小朋友贏喺起跑線上面嘅。AR 互動立體圖像咧，除咗係能夠使到小朋友更加容易認識百科卡上面嘅事物真實嘅一面之外咧，仲可以啟發小朋友對空間認識嘅能力，刺激小朋友嘅觸覺啦、聽覺啦同埋視覺嘅，從而加強佢哋嘅手腦協調同埋加深佢哋對事物嘅記憶嘅。而且有趣互動嘅內容咧，係能夠增強小朋友嘅學習動機，鼓勵自主學習，並且有效咁樣咧係提高小朋友嘅專注力嘅。虛擬與真實聯動，趣味與學習並重。易學齡 AR 百科卡，俾你嘅小朋友一個愉快嘅學習體驗。